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21到24节。和合本圣经在130页，其余的版本请看荧幕。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以上，接下来我们要请邵宗士牧师来讲道。邵牧师是总会派来的牧师，他要讲到的题目是约翰的灵性观念。约翰的灵性观念。诸位弟兄姊妹平安。讲国语比较不太通，所以会讲的结结巴巴的，讲台语，希望讲错了大家原谅。我们作为一位基督徒这段圣经是再熟不过，但是我们从来也不认识这段圣经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的这个圣灵的观念是从希腊人的历史观念来的。那希腊人的历史观，希腊人在主前950年有一个人叫荷马。这个人荷马，他对于人的看法是有一个很美好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人的存在是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存在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希腊人一开始在那个叫 Delphi 就是台尔菲就是这个阿波罗神殿，这是非常出名，主前500多年很出名的一个神呐，就是太阳神。他那个神殿里面写了一句话，你要认识你自己，这个不容易。人要认识他自己，简直是太困难。人可以认识上帝，认识万物，可是人不认识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荷马这个诗人啊，他说人的存在好像就是一个 PSUK 这个字啊，我们应用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注意。PSUK 这个字就是魂啊，有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叫灵啊 ，soul， 但是翻不出来，因为它的原文叫 PSUK。PSUK 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心理学所用的一个字，就叫做 psychology 啊 ，psychology 这个叫心理学。这个字原来的字根就是希腊人主前900年这个荷马所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一种魂。魂是什么？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常常把灵魂这个搞混。搞混了，你只要把字搞混了，你的生命就搞混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说，我们今天读了那么多圣经我们读圣经就是要把上帝的话
刻在心里。可是上帝的话要刻错了，很麻烦，对不对？你的生命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一天那怎么敬拜？我们现在敬拜上帝，是用什么敬拜？啊，心灵哦，因为心灵没有这个字。我们知道什么叫心灵？我们有灵了，没有心了，所以我们把心灵连起来哦，就 confuse 混乱了，混乱了。你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发展，犹太人最早，犹太人在一开始就叫 ruach， 就是灵，灵就是一种气了，气就是一种生命了。可是犹太人一直敬拜到主前差不多400、500年，发现一个字叫 heart， 心呐、啊。所以诗篇常常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好，然后我的心你要怎么样？然后到了诗篇，到了箴言，就是用我的心。那么这个灵就忘记了，这个灵就忘记啊，灵就是生命，他忘记了，他讲心。那么心这个字非常 confuse 就混乱了。什么叫心？你知道心可以变成坏心，也可以好心，对不对？良心是好心，啊，贪心是坏心。你用哪一个心？有的人说良心哦，良心一个还没有出生，一个死掉，所以没有良心了。人哪里有良心呢？每一个人做基督徒都说我祷告啊，我的心很平安，我的心好像是上帝告诉我的心要很平安，所以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很平安。结果你是贪心去做这件事，糟糕了！你的贪心怎么可以变成我的心呢？这个心就变自私了，所以这个心很混乱。所以到了主前500年发展，这个心是有一点点问题的。这个希腊人的历史很奇怪，他一开始就发展这个魂这个字，魂是什么？我们今天叫 psychology 就 psyche 了。psyche 这个文字实际上是从希腊人主前900多年到现在3000年。我们到底对这个字了解多少？我很怀疑了。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讲我们的灵魂，你们知道有没有这个字？灵魂有没有这个字？有没有？没有这个字。灵就是灵，魂就是魂，哪里有灵魂这样一个字？中文很奇怪，把这个灵魂变成一个字，对不对？其实魂是魂，灵是灵，不要搞不清楚就你的生命就混乱啊。那么他说这个魂 psyche 意思是什么？当时的人也不了解，他把它翻译成为一个思想。一个理智，一个意识，就是 conscience， 然后叫做 unconsciousness， 意识就是意识。我们把它翻译成良心，没有这个字啊，翻译都是错的。这个 conscience 就是意识 ，unconscious 是下意识，下意识这个你知道我们人有下意识吗？下意识谁发明的？弗洛伊德他找到了人有下意识，这个很伟大的，这个弗洛伊德很伟大，他把这个人分成意识、下意识然后理智还有本能，这个人的存在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叫魂呐。那我们的魂魂常常跟魄在一起，魂魄。魂跟魄，我作为一位送行者，牧师就是送行者，最标准的送行者他们那个骨灰瓮要拿出去的时候，见到太阳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要撑雨伞嘛，是不是？为什么要撑雨伞？不知道吗？这个魂魄会跑掉啊，所以这个风一吹，魂魄就魂飞魄散啊，对不对？魂飞魄散，所以要用雨伞。这个雨伞不能拿红的哦，也不能拿白的，要拿黑的，因为它怕太阳晒的魂飞魄散。我问你们，那复活假如是魂哦，麻烦了。这个魂哦，就是飘渺不定，好像思想跑来跑去。今天可以跑到地球那一边去，哦，这个思想会跑啊，这个叫魂，这个叫魂魄。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东西哦，它很麻烦。希腊人也不太了解这个到底魂还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世界，不懂。可是不懂没有关系啊，哦，不懂。这个希腊人很聪明，他们还是想懂这个字，所以到了主前500年，这个主前900年到主前500年，将近有500年的时间，发展一个字，这个字叫 pneuma，pneuma 就是灵啊，灵，这个灵是谁发明？这个灵就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苏格拉底这个人呢，你不要看他这个相当聪明。他发现这个人类的存在不是魂呐，他发现人类存在是一个 pneuma， 是灵啊。那么他就在雅典城啊，就跟所有的百姓啊，就开始啊，你们是有灵性的人，有灵的人你们不是一个魂的人，魂是要死掉的，你们是一个灵，有灵的人。这个灵是什么？叫 good 善。这个灵是上帝所赐，他是给人有这个灵。这个灵就是生命的本质，它有一个叫做良善的一个一面，它有公义，它有仁慈，它有爱。这是上帝所赐给人类最宝贝一个叫 pneuma。那么这个雅典城的人呢，很可恶，因为这个人太可恶了，每一次把我们心中的灵讲得那么清楚，害得我们七上八下。我们就有魂的存在就好了，为什么还有个灵啊？这个灵常常很不好了。我做错了事，他就要骂我；我不公义，他就要整我。这个灵相当可恶，所以要把这个苏格拉底消灭。因为他敬拜的神跟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敬拜天上这位神什么事下这个灵啊，不是乱讲这个异端啊。因为苏格拉底这个人太聪明，他在所有的学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教育他们聪明、智慧、分辨、是非，这些学生都很聪明。那聪明的人最糟糕了，在那个时代像耶稣一样，太聪明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人呢一聪明就不好。所以啊，雅典人呢，这些人呢都是反传统，就是对别人都是要批判。所以啊，这些学生就是不好，所以这个就判这个苏格拉底2项的罪名，一项就拜异端，一项就是他教坏学生，所以要判他死刑。所以议会有500个 senator， 500个议员，就开始举手表决，我们要苏格拉底死的人举手。你知道有多少票？280票通过，通过。年轻人，我要问你们，什么叫做 democracy？democracy 就是举手，谁的手举得最多，那个人就叫真理。我告诉你，真理不用这样解决了。你知道这个苏格拉底是世界最伟大的人的一个人啊，竟然被判死刑，被举手判死刑。所以希腊的议会第一次做这样判决我觉得好笑。所以你不要以为民主是最后不晓得。
我们教会要不要实行民主？要小心。教会是来到教会是讲真理，不是讲多数决。这个要小心哦，不是每一个人举手，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举手一下，我们一定可以做什么。这个就像希腊人这个民族搞得现在乌烟瘴气哦，但是也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这个苏格拉底又被判死刑，判了死刑以后，他在雅典城还是一样讲道，结果那个30个 committee 执行委员有一个主席chairman叫做安尼特，他是年轻40几岁，议会的老大，他来到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现在判你死刑，我来执行。执行要怎么样？”他说：“我有一个权限，只要你服从我讲话你听了，你听进去就不会死。”他的学生问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讲。”他说：“我以后苏格拉底你在希腊城所有地方，你下马，把你的嘴封起来，你的口封起来，你以后不准再讲道，你讲那些歪七八拐的理论，你要封嘴。”结果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话很好，圣经讲的话，他说：“安尼特，我听上帝还听你的。”这句话很出名，彼得说的嘛。彼得按照地方，我听上帝还听你们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真的听上帝是很少人听这个世俗的话很多了上帝的话听不见了。所以苏格拉底说：“我要听上帝还听你的。”当然要听他的活嘛，听上帝的就要死嘛。这个世界上哪有第二句话？耶稣就是听上帝的人要死。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听上帝的话，一定会死。但是这个听上帝的话的人太好，因为他将来是最美好。所以苏格拉底会一举成名，到现在不日落。他的这句话太美了，所以他说：“我跟我的学生也要知道，我们有灵性，我们是一个有灵的生命，记得。”所以他就把那个毒胡萝卜精喝下去，就死了，70岁。我现在72岁，不错。假如喝下去也可以70岁人生才开，现在是人生才开始以前大概，不过苏格拉底我看他不错，他还生了一个小孩，他的太太还带一个小孩到他的监狱所来看他，我觉得不错现在就是说，他判了死刑以后，全欧洲奇怪就发展成为有灵的世界。大家讲我们有灵，我们有生命，所以这个时间就主前500年。主前500年很厉害，这个主前500年发现3个人，一个叫做苏格拉底，一个叫孔夫子，还有一个叫做释迦牟尼。这3个人最伟大还是苏格拉底。他把这个灵性的名字叫 pneuma 定好，就是把它定下来，不要再跑掉，好像一个东西到你手上，啪啦定下去，就是 pneuma。pneuma 就是灵性孔子他是讲有灵性，但是讲不清楚。他说：“我人生70，随心所欲，不业己啊。”什么意思？他说：“我随心，这个什么心呢？”他是讲灵性，但是讲不出来。但是他的心是这个灵性，可是他讲不出这个字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讲不出这个字？因为他是敬拜上帝，他敬拜上帝所以他讲我这个心是敬拜上帝。那敬拜上帝是灵嘛，不是心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发明这个字啊。孔子说我的心是灵啊，
你不要像现在年轻人哦，在台北市，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糟糕了，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是歪心啊，歪国心啊，坏心啊！哦，上帝给你的灵性才是正确。好，那么这个释迦牟尼这个人，释迦是他的种姓，牟尼是修道者。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也是相当聪明。他就每一次在那个Zen Buddhism，就是坐禅，Zen就坐禅，禅就是要修炼他的心灵了。所以他就修炼不成功，所以常常把生命搞得快死掉。所以有一次，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坐下来，菩提树坐下，他就开始禅。结果他发现有4个妈罗，4个大鬼跑过来啊，哇，就是要整他，他就修道，就把这4个鬼呢驱除掉。接着下来很麻烦，就下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就从他的生命中出现，太美丽了，这是他的偶像。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他会随着这个女性跑掉，就魂游向外呢，就会很漂亮的去了呢。这个叫做走火入魔呢。他又修炼，说不能，我一定要驱除这个漂亮小姐，所以他又修炼，成功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哎呀，进入了这个 Nirvana 涅槃了，我已经胜过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可是他说后面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嘿，这都是我自己，我有这个鬼也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思想上很多鬼。我这个思想上有很多漂亮小姐。那我要现在问你们一句话这个释迦牟尼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问你们因为我是研究这个宗教心理的这些宗教家的心理要研究不然他在做禅，他怎么会变这样？为什么跑出一个漂亮小姐出来？我问你们，他是什么？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异性恋 ，That's right。为什么呢？因为他显出一个漂亮小姐，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他异性恋同性恋，假如同性恋，他要显示一个什么？一个男生嘛，对不对？那个漂亮男生出来，这个一定是这 homosexual， 就是同性，homo 是同性这个同性恋结果他是异性恋，我少牧师是异性恋同性恋？我是异性恋因为我太太在那里了好在我的太太不是一个男生，我是一个男生，我就是一个homo这个话外题了，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你要分析到这样不容易牧师跟你分析一下他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叫 anima 就是我的内，我内我是很深深的我。这个我是什么？我少牧师真正的我，真正的 anima 就是说我这个是个男生，但是我里面是一个女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才会爱女生这个我里面是个男生，我就爱男生所以我们说同性恋现在要合法化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他好可怜，他不是可怜他爱的是同性这样不是有罪，没有罪，在古代有罪了，现在是没有罪了我们不要把这种人看成罪这不行这个会害死小孩子。小孩子有同性恋，你们要接纳他，不然的话你一排斥他就自杀，所以要小心。有的时候到现代我们不了解这个心理学这个很麻烦。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是3个人，苏格拉底、这个释迦牟尼，还有一个孔夫子。他们其实刚刚讲释迦牟尼他是什么圣过？
他是什么胜过？我要问你，他是怎么样坐禅怎么胜过？是他的灵嘛？哦，他不会讲，他没有讲出这个字啊。但是你要这个字要讲出来是苏格拉底把这个字定下来，把它抓起来，不然你不那个抓起来哦，这个字不抓起来，这个字飞掉了。这个字很麻烦的，这个字哦，你不去注意它，它就飞掉。你知道那个主后1600年，有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对不对？笛卡尔是主后1600年，就跟苏格拉底的时代将近2000年哦。这个人讨靠58派给，为什么？他说了一句，我们英文说 "I thinking, therefore I being"， 我思故我在。他还是搞思想，思想是不能存在，它会跑掉。你的灵啊，朋友嘛，你的灵才是生命的根源，不会跑，不会随着风跑来跑去。所以人家就这个笛卡尔，你这个又讨卡个派给，又倒转来啊，你这怎么搞的？人家你的师傅、你的老师、最老的老师苏格拉底说，这个叫pneuma嘛，灵不是魂，定下来，不要一直搞这个魂了。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心。我的灵魂不要讲，我的灵不是我的魂哈，我的魂是很不太清楚的哈。然后我要讲就是我们人到底存在哈是灵，这个魂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现在这祷告，你无论到哪里，我奇怪，他们祷告一定要我要问你为什么？这个不是不好，但是有个麻烦，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开始在外邦这些人信了上帝以后，他把外邦这一套跟神灵来沟通的这套方法就拿到教会来。那么现在我们教会有一派这样吗？我要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不，弟兄姊妹，因为这时候祷告跟上帝沟不通很麻烦呢。你这样说，他这样祷告是跟上帝沟通，你们说行不行？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可以不可以？不晓得了。我们现在比较自由一点，牧师老了，我这生命老了，我经历了这些这些灵恩、灵歌、灵舞，什么都经过了。到底我们的祷告这样可以不可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很麻烦在哪里？就是你干脆要做禅，你就做禅，把你的灵修出来。你要跟外邦人一样，你就不要管。其实我们人千万要小心，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要把魂安静下来。我们的魂不安静，我们的魂常常站在最高的立场，这个灵就放在这个底下，这个灵放在里面，这个魂打在外面，常常都是这个魂。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打掉好了，这个灵看会不会起来？所以就要把这个魂打掉，这个就要魂打掉。你知道魂是什么？我现在问你们魂是什么？这时候就是还是魂跟灵搞不清楚。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下意识，这都叫做魂。这是我们的身体soul身体的产生的东西。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这个字我刚刚还要再讲一次，这个灵是希腊人的观念希腊人怎么观念呢？他这个圣经这样说了说你们敬拜上帝要用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翻译没有办法，我们翻译这个字太难了。这个心灵没有这个字，叫做灵，pneuma，它没有叫做心灵这个字。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诚实，这个阿雷塞啊是真理，就是上帝的话。你搞了所以我们现在用心灵诚实拜他。我要问你，我们到庙里要用什么拜？到庙里用心灵诚实的，对不对？我们去庙拜，去庙拜拜，对不对？竹林寺，哇，那些富人都到庙里，我用心灵诚实拜啊，观音妈妈。他也是用心灵诚实啊，可是他搞不清楚了，这个字不是心灵，这个叫灵。你的灵性要去拜上帝，你的这个阿列赛啊要用真理。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字都搞坏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了。到庙里也是心灵诚实，到这里也是心灵诚实，你说这是什么世界？灵就是灵，不叫心灵。所以我们字定不清楚，倒是搞混。现在拜托，也不是我搞混而已，我看我们所有的牧师都搞混。都讲心灵啊，灵魂，所以你们也搞混了，不要紧。然后今天老牧师说这个话重了一点，你们不能搞混了。现在我老牧师知道我要怎么祷告，我祷告用我的灵祷告。我也不要这样，这个就是唱灵歌、跳灵舞，不用。我的灵就是生命来敬拜，就是上帝的话来礼拜嘛。就是这样好了，这个很奇怪啊，这没有什么，为什么一定要7拐8拐？那么这个讲道会讲得太久把这个真理讲好就好了这些人。这3个人，我刚刚讲这3个人，我们要注意，这3个人是更伟大的。就是在主前500年，有一个红啊，有一个 king 啊，红是吧 ？king 啊 ，king 是什么？彩虹嘛，好像历史一道彩虹啊。人类历史这3个人成为最美丽的花朵，在历史上对人类的了解产生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看法。当然了，慢慢到了这个主后1900年这个弗洛伊德这个人，弗洛伊德知道，现在心理学的这个告诉他发明了一个字叫 unconsciousness， 就是下意识。他找到这个东西，下意识。那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他找到下意识。他在哪一本书？就是《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梦的解释。梦的解释这本书，我这本书有这个糟糕被借的这种绝版也找不到，现在没有这本书我又买新的，不太一样。这本书解版原版。他这个说得很好，他说下意识，他就知道下意识。所以认识到下意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本书从这本1900年以后，所有以前叫鬼神的这些事情，这本书下去以后，都叫精神疾病。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要不要赶鬼？要不要？要，但是就赶很麻烦的。那个不是鬼那个是精神疾病。糟糕，我们教会跟那个外邦的宗教一样，做一些不晓得搞什么，不知道。我在长庚礼拜堂，我现在全国基督徒这长老会到礼拜堂来，就是要找牧师，结果一找就找到我。有一个妇人呢，就问我你要为我的儿子赶鬼？我说你找错了。我说你不是专门赶鬼？我说我不是赶鬼。你要赶鬼？赶鬼来到长庚这边怎么样？是吧？我的儿子已经好多鬼。我说你的儿子在3楼，福建大楼3楼。你怎么知道？我说那边都是精神疾病。
他说是啊，是在那里。我说这精神疾病啊，那你为什么要叫我赶？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很简单，我问你，你们2个人的婚姻怎么样？他说跟我们婚姻有什么关系？我说怎么没有关系？你生的孩子你没有关系？乱讲。他说没有啊，孩子精神疾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有。我说你们的婚姻怎么样？你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妇人就说，这个小孩子很小，然后2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我说你离婚的到哪里去？我就走了。我说你不晓得你的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完蛋。他说牧师他哭几天就好了，你乱来。我说怎么乱来？这个弗洛姆讲的，这个小孩子离开了母亲那一刻，他的精神，他的人格anxiety 就是他的焦虑达到200%，这个小孩子不会成长。所以到他这么大的年纪，他就人格就崩盘。你现在叫我赶鬼，我告诉你赶快出去。所以他怕。我说你不要怕，你因为你错误带给这个小孩子这么大的伤害，你都不知道，你来问我，你要叫我替你赶鬼。所以有很多人到了长庚说不要叫邵牧师赶鬼，因为他一讲都是有病的。对啊，就是你们做有病。所以这个罗伊的这个犹太人很聪明，老发长这个他才知道，今天才知道哦。这个题外话，最后我要讲就是这个，最后我们说心灵很重要。这个灵，刚刚讲这个原文叫 pneuma， 说最后他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这个字这个灵啊。用 pneuma 用大写什么意思？大写什么？圣经讲大写什么意思？表示很重要这个字。上帝是个灵 pneuma， 这个下面那个字很有意思。他说无啊 ，nothing 不存在。哇，这个糟糕！圣经说这个上帝的灵说不存在，有没有？你们看这个旧版啊，旧版这个。神是个灵，或原文叫无，无就是 nothing。哇，要死我啊！这个灵算是不会蒙骗怎么办？我要问你们，灵存在不存在？这个现在年轻人要注意这个现在要6度空间去世界说要寻找这个人类这个6度空间什么叫6度空间？3度空间。3度空间就是人存在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上帝呢，还有上帝的灵呢，这个都是相当存在的，不然怎么办？不然我们做礼拜没有用。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他这个无这个字没有办法，这个还要找到希腊人这个最聪明的这个事情。这个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叫阿里斯多德，有没有？这小孩子年轻人你没了解，这些都不是圣经的人物，但是跟圣经很有关系。你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要找关系，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闹出这么多关系来，这个字就搞不清楚，所以才会搞出这么多名堂。好，那么无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找这个字，这个字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很聪明，他用了一个字来解释这个字，他发明了一个字，跟苏格拉底一样，发明一个 pneuma， 他发明了一个字叫做 metaphysical， physical 就物质物质叫 physical，metaphysical 超物质的，哇，超物质，现在年轻人说超物质的世界现在开始热门，很热门。这个超物质世界，这个字在中文翻译翻什么？中文有一个字翻这个字，你们知道这个字叫 metaphysical， 中文什么？形而上，在形体以上，
有形的物质以上，哇，这个太难解释了啊！它这个是超物质的，不是物质的，就是说不存在啊。它哦，那我问你们，灵性就是一个超物质，所以我要问你，你的灵在哪里？你的灵在哪里？在这边，在这边，还是在肚子？还是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没有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不存在物质世界，哦。所以啊，这个很麻烦。你的心在哪里？心你说在这里，在左边，在肚子。所以我们讲心也是没有存在的，在哪里啊？啊，灵就是在你的生命，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啊。它不是属物质啊，哦，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很聪明，说这个不是属物质的，所以你不要去找了。所以你要找你的灵哦，你因为说是在右边，在左边，因为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它的存在是不属物质，所以我要问你们，假如哈，我是一个送行者，这个人要送到那个火炉里面去，这个家人要说什么？你们都没有经验，给我紧走，对不对？赶快跑啊！是笑的，赶快呢！这个你要叫他跑，你又送他到火炉里面去，你干什么？这人就是很麻烦啊，这不对的事情啊！所以他们问牧师说要不要说跑？我说不要跑，啊不要跑就烧死啊！我说不会烧死，为什么？我说他是灵就没有物质，他怎么烧得死？我阿妞不要喊，我不要喊了。我说不要喊了，这下去怎么办？积个功，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把他送到火炉里面去，那我们要记功，要尊重，他是你的父母，啊，这样可以了，不要叫他跑了，叫他跑，你又送进去，你又要叫他跑，哦，这个很麻烦，因为基督徒，我们的灵是没有物质，所以我们的灵不会烧死，我们也不会死掉。那怎么办？基督徒，你有个灵就是生命，要到上帝那里。这个身体一烧化，身体一腐烂，就要到那里。所以我做最后结论：我邵牧师现在72岁，我现在的灵性越来越好。我的肉体越来一天呢，这个头发白一根，一天白一根。这头发现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黑的，胡子也是黑，现在都老了，哦，都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会老，你的灵性会不会老？不会，会越来越年轻，对不对？越来越健壮，你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事情。因为他要跟你的灵性说话，但是你的灵性又不是一个，又好像是不存在一样，但是他又好像很厉害。像苏格拉底说的，他是对你的生命有关怀，你做错了，他马上就感觉的存在。当你杀了人，他就存在啊。他说他是一个善的、good、公义的、仁慈、爱。是上帝赐给你这个生命这么美丽、这么好的生命，你要拥有它，就是要拥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跟你的灵敬拜上帝，所以你来敬拜上帝很好。假如你要为了祷告，为了要把这个魂打掉，你知道魂不能打掉的，为什么？因为你在长庚啊，我在长庚礼拜堂啊，我看这些医生头脑怎么样？头脑好不好？好得很啊，你不能打掉它了。那要怎么办？你的灵是要加于你的魂，它不是坏，但是它要管理。你的灵要管理它，要用上帝的话来管理。你的生命充满了花朵美丽。为什么祷告一定要把这边打倒？不要这样，拜托拜托，是上帝要赐给你这个。你的魂哦，一定要很漂亮，你的灵也很漂亮，这样不是很完美。上帝说是在哪里有这一点是坏，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把这个魂打掉，把这个魂打掉，你不要这样啊！
他问我说：“啊，那怎么是祷告？祷告跟上帝祷告，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就很好了哈。”好，今天不能再讲下去，时间到了。求上帝帮助我们大家。假如这个字还是不清楚哦，我这个退休已经4年，我退休以后，我发现做牧师忙得头昏眼花，这个从早上忙到晚上，到了退休那一天哦，什么都不忙，所以我最有时间去思想我以前所成的。所以今天我来讲，我才知道我自己讲错了，所以我现在要更正，我今天讲的对了，不要一直讲错话，那是糟糕了哦。所以上帝的话，还有你的灵来敬拜上帝，你的灵很重要哦。现在我要问你们，灵就是你的生命哦，这个灵不存在，那行，但是它这个6度空间的那一度，在你的生命真实里面哦。以后你们年轻人要讨论，我们还有个6度空间，上帝跟我的灵就是可以很自由哦，可以跟上帝沟通啊。你们去讲灵性更好哦。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当你赐下你的灵给我们，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灵性从来不会关心，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也不认识它。所以主啊，现在我们生命要去认识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这么美好，求主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祷告，靠耶稣的名。